其实哦，我开始创作客家歌谣哦，迄我对美国转了差不多10年。啊，头前10年主要在做我哋一般讲主流音乐啦、流行歌的嘅做唱片公司作曲，啊个编曲、词作啊的。第一阵时间，基本上青少年会注意到我。里面有我哋讲幕后工作嘛，吼，幕后工作就讲，这是他会注意出其他的台东方的人嘛，歌星啊，吼，有。所以我其实前10年嗰時候接受媒體嘅訪問，但係我開始投入創作客家歌謠，也就會講我第一張個人嘅專輯嘅有線嘅歌唱片發行之後，即個都變成一個台前嘅人，所以當然都開始嗰度媒體冇得訪問，尤其嗰時節咯，就講客家現代音樂剛開始嘛。所以我就可以講係親手書，我本媒體看到的一個客家歌書啊。所以呢時間真是每兩項嘅都我媒體全部都有訪問啦，啊，我哋講而家都有主流媒體啦，哈，比如講所有嘅報紙啦、中國時報啦、聯合報啦、民生報啦等等，我哋報紙也訪問，啊個電視台法式總是，哦，我都有機會可以去上去嘅節目，所以同樣下嘅生態都冇相同哈。啊，當然如果後來我睇一個寫一個個鐵條歌嘅節目咯，當然如果將都好對美國轉來嘅時間哈，嗰種嘅心情，但係我10年後，因為10年後我寫這個嘅歌，總有機會將這個深度，表達很久嘅心情啊，透過一條歌寫出來。所以當然一方面，如果一條歌對我這個有特殊嘅意義啦，吼，迄個第一條寫客家歌謠，哦，還有如果也喺這個人生當中，嗰一站哦，相當特殊嘅一個歌場啊，喺美國特殊。啊，轉來時間，轉到自家嘅故鄉，但呢啲時間其實純粹做嘅出嚟外地做些歸來嘅一個後生嘅，對探一自家按多年冇看到家鄉嘅一個感覺吼。我話頭先講嗰個，等你10年之後，一條歌章真是閃神啊，表我聽係第一張專輯，所以一條歌對我個人特殊嘅意義。